今日要同大家介紹3個軟件，佢係針對寫作上面缺乏句式運用嘅學生。I Can Write 比較適合低年級嘅學生，因為佢寫嘅文體冇咁深。寫作上面佢主要分2個方式，一個配有插圖，一個係句式參考。我哋睇第一個方式先啦。頭先我揀咗個題目係 myself， 你會見到 I Can Write 會 suggest 埋句式俾你。如果唔想打字，仲可以喺下面嘅 options 度揀。只要你跟住佢嘅句式，就可以完成一篇文章。完成咗之後，你仲可以再改噶。你仲可以 print 出嚟或者 copy 去第2度。我哋而家嚟睇下第2個寫作方式咧。比起第1個，呢個就冇咁多圖，但係佢都會有句式俾你做參考。咁一撳個問號就會去下一句。佢喺入邊嘅句式只係俾你做參考，你可以選擇用或者唔用噶。喺左邊你會見到一個 word list， 你可以揾到啲比較常用嘅字。Frameworks 同 I Can Write 差唔多，只係佢嘅文體比較深，適合高年班啲嘅學生。你會見到就算同一篇文章主題 Frameworks 嘅句式都會難過 I Can Write 少少。我哋睇一啲喺 Frameworks 入邊難啲嘅文體啊，例如寫篇科學實驗報告，你會見到佢句式咧相對地係比較複雜。再進階啲嘅學生就可以用呢一種嘅方法去寫作，佢係提供問題引領你思考，唔再提供句式。最後 Big Editor 係家長同埋老師嘅好幫手，利用呢個程式，老師或者家長可以更改 I Can Write 或者 Frameworks 入邊嘅所有內容，包括句式啦、options 啦、圖片都得嘅。老師可以根據學生嘅水平，重新設計咁嘅方式去幫助學生寫作。大家除咗可以喺現有嘅例子作出修改，仲可以整一啲全新嘅主題出嚟添。老師可以慢慢加深句式嘅難度，訓練學生熟習英文多變嘅風格。